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。咁佢有各樣嘅煮食工具、爐頭、焗爐同埋雪櫃。呢一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到6至8人飯台。客廳方面，一邊可以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啦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附近開揚翠綠嘅景色。客廁係明廁，起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就係附近嘅山景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嘅面積相若，坐向都係一樣嘅，對住就係相同嘅景觀。主人套房右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咁呢邊可以放個雙人床，出邊仲有個工作平台，係可以望到城門河成個嘅河景。主人套廁帶有浴缸，淋浴就非常嘆啦。